草原好大，好美哦！真的耶，今天的捏拱懂眼哦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今天的月亮好圆哦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每一年啊，最美最大的月亮会出现在半捏班哦。半捏班就是中秋节。半捏班，中秋节。彤彤姐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中秋节的故事啊？好啊，传说啊，以前在月亮上面有住着一只可爱的兔尾哦。兔尾？兔尾就是兔子啊。这只小兔子啊，为了要让一个老先生不要饿到肚子，所以呢，就自己跳到火堆里面给他吃。哎，没想到这个老先生是神仙变成的哦。所以啊，这只善良的兔尾就被送到月亮上面去居住了。这只兔尾愿意牺牲自己帮助别人，真的好善良哦。那我要睁大眼睛，找找它在哪里。默默，我突然觉得肚子好饿哦。你要不要学善良的小白兔，牺牲自己呀？我自己去冰箱找东西吃啦。捏拱，月亮，捏拱，月亮，懂眼，好圆，懂眼，好圆。猫猫，有什么东西懂眼呢？中秋节的捏拱懂眼。那还有什么东西懂眼呢？吃完月饼后的肚子懂眼。兔尾，兔子，兔尾，兔子。半捏班，中秋节。半捏班，中秋节。猫猫，你知道半捏班这一天有什么习俗吗？我知道，半捏班，中秋节这天可以赏月、吃月饼。到时候还可以看看美丽的捏拱里面有没有住着兔尾哦。半捏班的捏拱懂眼，上面还有可爱的兔尾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来了。